前台北市长郭文德因为金华城甲北树科案的争议，互人咧做是被告。郭文德是讲，这应该要办的就是台底公案，因为哪里的电影拢有插手。因那台北市资讯局是讲，这在台底公案的资料无遐尼周全，所以怀疑是郭文德甲摕去。郭文德电个呛讲，家己任内这大部分拢是用电子公文，若要找一定找有。我就想起了这个海涛法师跟我讲的，你的业障重。经发生北树科证据，北检将前台北市长郭文德列贪污作为被告，分他一案进行调查。郭文德表示，真正爱办的是台底公案，而且看下哪里。这个典型的围魏救赵，因为台之光大家都办不下去，蓝绿都有，这办下去会死人的。他就开始拿这个清华城的北士科出来。怎么讲破混战术？台珠光这个案子因为检调都已经启动调查，我们就全力配合，也应该要留给检调他们有一个充分办案的空间，尽快的将真相向外界做清楚的说明。对台北市资讯局讲，台底公案有关资料无真的齐全，被质疑是和瓜情市府提早，郭文德也回击，因内大部分是电子公文，无理由找无，除非是海客将资料抹掉。三大案一直争议，机关也质疑北树科案原大人休假，市府讲法是斗袂下，包含会议时间点内容拢矛盾，市府甲想要投资人的14场会谈也无会议记录。后来我们去调阅了当时14个潜在投资人的访谈记录，竟然回复没有录影的档案，宛如一场密会。也只能让柯文哲只手遮天的概念。16、17、18是值200-300亿，而你的17、18，你40亿就标到。帮星光做了几件事，第一个拆标就 T16、17、18本来是1块，变成 T16 1块，17、18 1块。郭文德也解释，北树科主要有3块地，当初因为合作会斗阵发包超过80亿，这厂商无法度负担。经过2摆流标甲厂商访谈了后，才决定分开标。另外，访谈部分是定型业者建议，所以未有录音录影，敢会有综合会议的记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